讲到风台，台南有真个所在嘛留下这个风台扫街分日啊，客家区伫无电的情形之下，有民众伫网络拜托讲会使救一个三庆里，爱大家提供物资。这个消息一个发出来，引起大家的质疑，讲大家敢是拢关真济啊？甚至有人讲，这个物资卡伫里长的手内。华视新闻团队实际到灾区去看，发现讲食中昼顿的时，庙前的发250份小小的便当，若是行动不方便的老大人，卖亲身扫到因的厝内。在地居民拢表示讲，这几工拢摕到物资，并无迄款分配无并紧的情形。对着网络谣言，里长嘛讲这是恶意的中伤。风台丹那市扫街南台湾，真侪所在拢会当看到伊扫街分者。台南客家到丹失电第6天，就亲像孤岛。民众伫咧网络调资权，爱大家救三庆里，讲规庄头大多数拢是士大人，一要9百人。虽然里长接真侪电话，拢是卡来关心，毋过物资拢无法度送未来，希望各界会当斗骹手，第一时间就互人交期，已经送真侪物资，奈抑阁发无够，阁有人点出，敢若是物资拢伫咧里长遐无发。华视新闻团队实际来到灾区了解当地的状况。带你来看到，其实目前正值正中午时段，在这个公庙区这个地方就准备了200到300份的这个便当。食到的时间，庙埕头前准备200多份小的便当，予在地民众食，真侪人拢来排队领。人拢领物件，所以你这个刚刚有领到物件？有。说到粽子、干粮啊、饼干那种，这2天有一直陆续物资有就来。拢送什么物件礼拜？泡米、面包，个矿泉水。就是最近可能会很撑，前几年是20，基本上大家都有领到，应该有。公府摕到物资，嘛拢有分配交份，若叫点名囤物资的里长赶紧来提醒，嘛互大家来看各界管的主管。这个是泡面，这今天早上人家为了特别用手拿过来了。还有那天我募集了1箱那个手电筒。年长者优先，就是75岁以上的，我优先去配送，寄一些零零星星的2箱、3箱都有。这个我们不承认，但是我要把它累积起来，然后再一起分送。那我的分送原则是所有领长制。网络一些新闻说胡扯淡，故意在抹黑。真侪谣言消息伫咧网络顶赢赢飞，即马对灾民来讲，会当顺利通过中建之路，这是要紧的任务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